这首歌曲里面呢，他们讲述了 Bravo 坚定的团结跟集体行动的承诺，也反映了他们愿意坚定的奉献精神来响应领导的号召，也强调了超越期望以实现社会成功跟国家目标的重要性。图瓦卢呢是一个位在太平洋的小岛国，面积大概26平方公里，总共呢是由9个岛屿所组成的。虽然人口呢只有非常少哦，就是11000人左右，面积也不大，但他们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强烈的社区意识。
掌声！